国东南角沿岸海域再次出现不明巨型怪物袭击，强度已经超过上周。水户城海岸线兵力堪堪抵御住攻势，后续的攻击或许会愈发难以。林教授，我是南方小报的记者张成。东南沿岸又传来怪兽袭击的报道，你有什么看法吗？我已经联系到灯塔国的伊万诺夫博士，他可是我的老师。我们的课题已经成功研制出最新的核能武器，虽然以核武命名，但是却没有核武的辐射。别说什么怪兽，就算是真龙来了，也得给我乖乖趴下。伊万诺夫就是那个第一个攻破核辐射的科学家，就算只能应用到小范围武器上，也很了不起了。那可是核。哟，这不是我们林博士吗？今天也这么早回去？林博士，关于怪兽的再次袭击，您怎么看？我赶时间回去拼机甲，所以只能从电视上看。林军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还拼机甲？你什么时候变成高达驾驶员了？林博士，您别开玩笑了，这种不知道下一次袭击什么时候会来的关头，您居然要回去拼积木？就是，也不知道国家在他身上投入那么多资源是为了什么？我没在开玩笑，蓝星现有的一切武力配备根本不足以支撑我们挺过下次怪兽袭击，必须要造一套跨时代的机甲。还有，下一次袭击就是1个月后，如果不想死，就别浪费我的时间。哗众取宠，我老师灯塔国那么先进的技术，都无法预测下次袭击的时间，你凭什么妄下定断下次袭击就是1个月后？凭什么？当然是凭我绑定的系统。我是林俊，是一个穿越到平行世界的穿越者。这个世界由于量子结构紊乱，次元空间被打开，却遭到了怪兽的袭击。袭击越来越强，末日在即。好在我绑定了人类救世主系统，得到了远超现实科技的机甲图纸。恭喜宿主绑定人类救世主系统，获得机甲建造图纸1套，方舟反应炉1个，预计下次怪兽袭击倒计时30天。这下组装起来就容易多了。希望这个缩小版的流浪者能在接下来的怪兽袭击中起到一些作用。但是材料始终是个大问题。不管了，先把主体骨架搭出来再说。幸好最关键的动力源，系统直接给了方舟反应炉，这可比当前龙国最好的动力源还扛告。来吧，流浪者，让我先看看你的样子。总算是把主要骨架拼好了。喂，林博士，材料找到了，但你要是交不了差，我真没法交代。知道了，我去取材料。能不能成功，就看这一下了。神经元连接成功，机甲启动。流浪者，请听我令。
日常状态的话，可以通过头盔进行离体操控，但是战斗状态下还是要进入控制舱进行操控，才能更加精准。不过这仅仅是个起点而已，伟大征程的起点。追到家里来了，有点意思。小俊啊，他们说是你的同事，专程过来看看你的研究成果。你们先聊着，小俊招呼好大家，我去给你们切点水果。辛苦了，爸妈。林博士，这就是你躲在家里搞出来的大作。现在最弱小的怪兽都有数十米高，你这小东西，够20米吗？就是，还以为林博士放着研究院的正事儿不做，能憋出什么大招？原来就是个大号手办。估计前几天出现的那个怪兽，一爪子下去，这玩意儿就碎了吧。你看这台机甲怎么样？虽然外壳看着简陋，但您看它的动力布局，全身上下没有一块零件是多余的。这种集成度、能量利用率可能会超越咱们院里最精密的设备。先别声张，看看再说。等闲杂人等走了，咱们单独问问。这么说，殷教授已经有了应对袭击的万全之策了。当然，实话告诉你，我已经拿到了灯塔国的国籍。并且拜在了全球最顶尖的物理学家亿万诺夫先生门下。亿万诺夫，就是那个第一个攻破核辐射难题的天才。不愧是殷教授，连那种级别的大佬都能攀上关系。我们已经研发出了毫无辐射的新型核武，在核武面前，任何怪兽都是渣子。哦，殷教授的意思是，我龙国的月亮不如灯塔国的圆。我说的只是事实，当前龙国的科技水平就是远远比不上灯塔国。林俊，看在曾经同事一场的份上，我劝你一句，早点回研究院老老实实的做研究去吧。再这么折腾下去，除了浪费资源，只会让大家觉得你活在梦里，还机甲，真是笑话。殷教授说的对，上一次的怪兽袭击，我们的沿岸防线就只是堪堪防守住，这次来的只会更强。我说啊，与其浪费着精力资源造什么破铜烂铁，不如提前找找风水宝地，把自己埋了，省得到时候尸横遍野，连个坑都抢不过人家。小俊啊，他们说的那个核武威力我们都是知道的，真没听说过有什么东西能从那玩意儿底下活下来。你同事说的有道理啊。是啊，小俊，这个鸡什么假的，咱们谁也没听过啊。你还是安安心心回研究院做研究吧。爸妈，这事你们就别管了，核武的威力是不足以对抗那些怪兽的。林俊，我看你是彻底疯了。核武？那他妈的是核武！你说核武不足以对抗怪兽，我居然会在这里跟你这种疯子浪费时间。没关系，就让他们看看，他们引以为傲的核武，在真正的力量面前有多么渺小。林博士，能为我们讲一讲这台机甲吗？爸，你们是？林俊博士你好，我是龙科院的赵德柱，这是我的助手，我们是刚才和殷熙一起来的。你们还有什么事吗？没有的话请出去，我要继续组装机甲。林博士误会了，我们刚才看到这台机甲的建造思路和能源利用率简直是太先进了，所以留下来想学习一下。可以了，上来吧。他叫流浪者。目前我手上的材料只够做出这台15米高的机甲，主体支撑材料是38号特种钢，关节是钛合金。它内置了2套交互方式。
一种就是我现在这种日常化的指挥模式，另一种是作战时需要进到驾驶舱内，利用浮浮神经元进行连接。而它的动力源核心，我管它叫方舟反应铃，一种全新的动力源，比核能反应堆节省空间，但效果要强于核反应数10倍。那这个方舟反应铃的输出功率是多少？每秒30亿焦耳。多少？也就是300万奇瓦的功率。要知道我龙国一艘航母的核动力发动机也不过14.9万奇瓦，这小小的反应路居然比航母的功率大20倍还多。林博士，这台流浪者机甲能测试一下威力吗？可以，但我得改造一下。发射。神迹，这绝对是神迹！这威力，林博士，这种跨时代的武器，您到底是怎么研制出来的？这不科学。助手先生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不是吗？抱歉，林博士，是我逾矩了，这种核心机密我不该问。林博士见谅，我们实在是惊坏了。这种动力数据和武器强度以前只存在于我们的理想物理模型中。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，放眼全球，这项技术您是独一份。过奖了，您的秘密我不问，但我只关心一点：这种机甲，您能造多少台？也是，如此强大的机甲，光是那个能源核心恐怕就耗费了心血。到往事日月星斗月，确实难以量产。赵院长，您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我说只有一台，是因为我手里的材料只够造这一台。如果有足够的资源支撑，我不仅能造出一支军队，甚至能造出比它强大10倍、100倍的机甲。真的，林博士，只要您能造出来，材料您尽管放心，我们龙科院倾尽全国之力也会给您弄来。您先别急着许诺，看看我都要什么材料再说。快记录！不用记了，具体的结构需求和用途我都整理好了。林博士，这些高精度纳米结构，您确定您真的能人力造出来吗？这种结构此前都是绝无仅有的。只要材料到位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不过，我有一个条件。您说，只要不违法违规，什么条件都答应你。我要这支机甲军团的最高指挥权和所有权，除了我，谁也不能调动他们。没问题。这种规格的战争兵器，只有在了解他们的人手里才是最安全的。林博士，您只管安心造机甲，剩下的交给龙科院。原以为系统提供了图纸之后就没什么大用处了，没想到竟然还可以兑换来自万界的合金配方。这种合金的柔韧性和坚硬程度，比蓝星现有的强了不止一个维度。需要的材料都发过去了，赵院长，看你们的了。怪兽袭击近在面前，好在马上就要完工了。哟，这不是我们林大博士吗？忙着呢。真是甩不掉的哈巴狗。这合金，还有那边那个能源反应堆，要是用在核武改装上，不知道能上升几个档次。林大博士，你就用这些珍贵到极点的材料去拼你那玩具机甲。一希，你说什么是玩具？我
说林俊的机甲是玩具，不只是玩具，还是任由怪兽踩碎的垃圾。15米是玩具，70米只是大一点的玩具，它不配浪费国家资源。一只转头踏过的牧羊犬，有什么资格自称我？你灯塔国月亮那么远，怎么不滚回去找你诺夫老师要资源？林俊，你别不识好歹，等怪兽来袭，你这破玩具会被瞬间撕成碎片。不好了，最新消息，东南沿岸怪兽来袭！怎么会这么快？预测不是还有3天吗？林博士，看来是时候检验你的大玩具了。希望它别碎得太快，连怪兽的牙缝都塞不满。你有时间废话，不如想想你那核武能不能保住你的狗命。走，把核武矩阵运往沿岸，让这些蠢蛋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力量。林博士，我们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主体完工，只差最后一点。只差最后一点。所有前线部队撤回来，我们到了。退后，大家快退后，增援到了。增援来了，我不能死。竟然敢这么屠戮我们的同胞！给我接着发射，宰了他！现在的画面一定是全球直播，我得表现的再大义凛然一点。这可是我入主最高科学院的垫脚石。接下来就是方舟反应炉了，有了能源，它就能动起来。还得是殷教授啊！这种级别的怪兽说灭就灭了，核武才是硬道理。就是，哪像咱们跟着这个林教授拼积木，这玩意儿长得再大，能有核武好使啊？纯属白日梦。伊森龙是3级怪兽，哪里会这么容易就死了？殷熙，你太自大了。别看了，所有人回到岗位，最后一次电路检测，快！不过是一只野兽而已，在科学面前，众生平等。不愧是殷教授，人类的救星！殷教授，海里好像还有动静。殷教授，海里的能量读数不降反升，非常高。大惊小怪，那是核武能量的残留反应，在海里扩散很正常，别自己吓自己。就是，殷教授的武器怎么可能失手？那畜生早就被轰成渣了。什么？
怎么能利用核武的能量恢复强化自己？谁来救救我们！救命啊！这些能量是核武的能量，他全吃了，然后吐回来了。方舟反应炉装载完毕。来吧，流浪者，让大家看看你的能耐。赵院长，麻烦了。得嘞，这辈子能看见这一幕，死了都值了！快把天窗打开。是。能源启动中，10%、50%、90%。100%，能源启动完毕。救救我们！不要过来！打怪兽，这不得放点音乐吗？怎么样啊？让你们在背后念叨我说我老糊涂了。看看林博士是我亲自招进来的。赵院长，
这个正在暴击怪兽的东西，真是我们拼起来的那台流浪者？这不科学！住口！我现在是林博士最忠实的粉丝，林博士的科研成果，其实你能随意揣测的。你。这绝对不可能！林俊，你凭什么能盖过核武的力量？就这，你也配入侵我龙国？不好，这怪兽又要放技能！林博士，快闪开呀！林博士，完了，这种能量密度的攻击，正面全中，不可能有生还的可能。结束了。审判。神了，简直神了！能量护咒、激光剑，这是什么神仙科技？原来林博士从头到尾都胸有成竹，可笑我们刚才还像个小丑一样嘲笑他。最主要的是，我们之前那么对他，林博士完全不跟我们一般见识，甚至还挺身而出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林博士的甜粉。我龙国能出林博士这般天才，乃我民族之幸，世界之光啊！废物！殷熙那个废物，把核武交给他都用不明白，蠢货！来人，去给我查一下这个叫林俊的到底是什么人，我要他的一切资料，所有，立刻，马上！林博士啊，你可是咱们龙国的大功臣啊！林博士，您那一招能量护盾简直是神来之笔，还有那把激光剑，太帅了！看看之前那个姓殷的，吹得天花乱坠，结果呢，还不是被装甲车全程地蹬，丢人现眼。赵院长严重了，我从没把他当回事。我先回去休息一下，流浪者的整顿和数据分期就交给您了。没问题，交给我。你放心去休息，这里有我们呢。恭喜宿主完成首次战斗任务，奖励超智能 AI 一套。超智能 AI？ 那是什么东西？主人您好，我是您的超智能 AI 贾维斯，从今以后将由我融合系统权限，全权辅佐您。贾维斯，万万没想到我也有机会当一回新时代的铁皮人啊！主人，根据资料库显示，您所在的国家有见面礼这一习俗。作为初次见面的礼物，我为您准备了一次时空穿梭的权限。时空穿梭，我去，牛逼！过奖。那还等什么？先来个3年，开开胃。好的，主人。时空穿梭已启动，请注意，您将以虚影形式进入未来，无法与任何事物进行交束。
这就是3年后。4级怪兽憎恶，他嘴里的是流浪者，怎么会？这就是未来。主人，时间已到，正在返回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必须马上对流浪者进行升级，不然3年后就是世界末日。加维斯，立刻分析当前流浪者请机型的所有可改进方案。好的，主人。数据分析中，已为您规划出最优升级路线。建议从怪兽的骨骼中提取高强度生物元素，用于强化机甲的外部合金。对啊，我们刚杀了一只伊森龙，他的尸体不知道运到哪儿了。喂，林博士，好消息啊！沿岸那头怪兽的尸体，我们已经完整的运回基地了。我知道了，马上过去。林博士，大家辛苦了。每一只怪兽都是一座移动的宝库，它们的骨骼密度远超地球上任何已知合金。提取骨粉与钛金属融合制造出的骨钢，强度将是现有材料的3倍以上。还有这里，心脏附近的血液蕴含着巨大的生物能量，经过提纯，完全可以作为机甲的新型驱动能源。续航和爆发力都会有质的飞跃。林博士，要不是您，我们别说研究这些了，连能不能活下来都是问题。这简直是跨时代的科技飞跃。这些技术必须用最快的速度落实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我已经安排了3班岛，24小时不间断解析。大帝，天大的好消息！我们安插在龙科院的棋子，终于派上用场了。哦，那个叫殷熙的？没错，他刚刚把龙科院的研究数据传了回来。您看，骨钢技术、生物能源，我们现在全都知道了。有了这些，我们一定能全面超越他们。好，太好了，干得漂亮！亿万诺夫阁下，下午好。如果你是在等那条牧羊犬给你传回更多资料，那我劝你还是省省吧，没戏了。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我是物理学教授。你也知道你是个教授，身为龙国人，潜入龙科院盗取最高机密，发送给别的国家，这他妈是叛国！你这个败类！至于他已经传出去的那一丁点东西，就当是我们龙国送给你们的礼物了。毕竟，据我所知，维多利亚那边也在做同样的事情。我们作为大国，总得有点风范，允许你们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吗？欺人太甚！就用他们给的这些数据，给我用最快的速度，不计任何代价，务必做出超越龙国的机甲。是大帝，是时候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才叫做真正的科技了。各位维多利亚的子民，我的同胞们，曾几何时，我们的帝国荣光照耀世界，但现在呢，我们沉寂了太久，落后了太久。是啊，若干年前我们的光辉洒洒各地，可惜如今。但今天，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。龙国能做出对抗怪兽的机甲，我们束手无策，只能苟延残喘，瑟瑟发抖。但现在，我们拿到了龙国的第一手数据，太好了！有了这些数据，我们也能应对怪兽，重现帝国的荣光，就在今天。没错，集结全国之力，不惜一切代价，我们要让世界看看，我们也有和怪兽的一战之力。重现往日荣光的机会就在我们自己手里。重现荣光，重现荣光，重现荣光！不行，动力核心的负载太高了，强行驱动它可能会爆炸。大长老的命令，3天之内必须完工，别管那么多了，把功率限制器拆了，继续。20人协同驾驶，这怎么可能做到同步？
神经连接延迟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，设计太混乱了。管他呢，这种怪物制造出来，驾驶的压力如果加在一个人身上，会死的，只能多几个人分担了。继续。看看吧，圆桌骑士，我们同样可以造出机甲。在这般强大的科技力量面前，小小的怪兽不足为惧。世界将再次为我们维多利亚的强大而颤抖。报告大长老，机甲的动力系统有致命缺陷，根本无法支撑高强度作战。协同操控系统也极不稳定，20名驾驶员根本无法完美同步，强行启动，机甲可能会当场失控。够了，都是借口，是懦夫的哀嚎。你们要记住，在绝对的意志面前，任何技术问题都可以被克服。我将我们维多利亚的全部国运都压在了他的身上，他不许失败。林博士，维多利亚的机甲发布会即将开始，有消息说他们举全国之力已经完成了一台机甲。这么快？是啊，这么一来，维多利亚那边的海岸线是不是就不用我们操心了？咱们也能腾出手来专心搞升级。维多利亚的底子我清楚，这速度不对劲。贾克斯，黑进去看看。好的，主人。正在入侵维多利亚防火墙，数据抓取成功。我当是什么神兵连器，纯粹就是一堆废铁。林博士，您看这驾驶舱，居然有20个位置。且不说20个人共同驾驶一台机甲的神经协同匹配度如何，光是这装甲材料的配比就有问题。这种强度的合金打不了怪兽，甚至扛不住怪兽正面的一击。确实，看着动力核心的输出曲线波动大的惊人，简直就像个随时会炸的货摇桶。林博士，这台圆桌骑士对比您设计的殉道者机甲，差距到底有多大？别来沾边儿，流浪者起飞时的喷射流，我都怕直接把那堆废铁给杀散架了，更别说最新升级的黑曜殉道者了。林博士，您的意思是在流浪者机甲的基础上又添加了新的元素？林博士，维多利亚的机甲发布会正式开始了，全球直播，都过来看看。看完这场闹剧，我再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次黑曜殉道者的升级内容。在这种关头还搞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，维多利亚，你们这是在拿国运开玩笑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维多利亚的子民们，今天将是载入史册的一天，我们将共同见证属于我们维多利亚的荣耀。有请我们维多利亚的骄傲圆桌骑士，向全世界展示你的雄姿吧！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们维多利亚的实力，是帝国重新崛起的象征。来，圆桌骑士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维多利亚万岁！从今日起，任何胆敢侵犯我们领海的怪兽，都将在圆桌骑士的铁蹄之下被彻底碾碎。我们将用我们的鲜血，我们的一切守护我们的家园。怎么回事？大长老，紧急情况！2级怪兽重锤甲龙刚刚在东南部海岸登陆，正高速向市中心逼近，速度奇快。什么？真的来了！林博士，你看这大长老的反应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按理说不该这么慌啊！慌？他当然慌，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海上那堆破铜烂铁，除了当个靶子，根本不可能挡得住2级怪兽的冲击。各位维多利亚的子民，不必惊慌，这正是向世界展示我们圆桌骑士真正实力的最佳时机。它足以应对任何级别的怪兽。现在，我将亲自随同机甲出征，以我的生命捍卫帝国的尊严。大长老，这太危险了！机甲还需要调试。滚开！没有时间了！
所有操控人员听令，立刻启动机甲，目标东南部海岸，拦截怪兽，快！林博士，你看，直播间的风向开始变了。这启动速度是不是有点慢？怎么感觉一卡一卡的，像没油了？这走路的声音也太响了吧，听着好吓人。怎么飞得这么慢？也许是在市区里，怕撞坏建筑吧。快一点，再快一点啊！你这该死的废铁！快给我打！弄死这个畜生！向全世界展示帝国的威力！这不可能！完了，全完了！真的碎了，连一招都没接住，那可是20多条人命啊！大长老他直接被踩扁了。哼，谎言堆砌的堡垒，见光即死。这堆废铁唯一的作用，就是给这头畜生助兴。林博士，怪兽已经冲破海岸线了。按照这个速度，10分钟后就会进入市区，伤亡会无法估量的。林博士，你要去哪儿？去拿真正的武器。完了，我们死定了！骗子，他们都是骗子！哈哈哈哈哈！年度最大笑话，这就是维多利亚的实力，用胶带缠线路。我的天，他们是怎么敢的？各位公民，大长老已经英勇牺牲。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沉痛的事实：圆桌骑士计划并非核动力机甲，而是由20名操控员协同操作的普通钢材机甲。你们不要脸吗？你们这种不把民众生命放在眼里的举动，真是恶劣！林博士，这就是您说的真正的武器，它比之前的型号好像要大上一圈啊！太惊人了！林博士，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升级内容吗？当然，贾贝斯，给大伙展示一下我们这些日子的成果。好的，主人，已为您展示全息对比图。这次的升级，我们不只是把流浪客的体型加大到80米，还把机甲的主副武器全面升级。我们将激光剑焰的温度提高到原来的3倍，确保能更好的切割怪兽的防御。哇！然后我们将机甲整体的材料硬度提高了一个档次，比之前的版本硬2倍。另外，我们又添加了2对飞行翼，做到全球支援1小时内抵达。整体性能上，危险流浪者的威力比流浪者强上4倍不止。天哪，这才是真正的战争机器！现在该我们上场了。林博士，我们刚刚得到消息，灯塔国方面也研制出了机甲，而且传闻他们的机甲性能远超圆周骑士。维多利亚的各位市民，全世界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，不要惊慌，不要害怕，就在今天，我将向全球展示我们灯塔国的真正实力。看看它，我身后的这台罗斯机甲，搭载了我们最尖端的能量炮。它采用了我国最核心的科技，无需20个废物挤在一起，仅凭我们一位英雄就能轻松击败怪兽。林博士，灯塔国的技术竟然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吗？他们的机甲看起来比那个圆桌骑士强太多了。这台机甲倒是有点我们第1代流浪者的影子。第1代，
林博士，您的意思是，学了点皮毛就敢拿出来招摇闯捧？核心的驱动结构和能源循环系统错漏百出，这种程度的仿制品依旧不够看。启动罗斯，让全世界看看我们的力量。现在，罗斯将前往维多利亚国，他将碾碎那只叫做重锤甲龙的爬虫。畜生，叫够了吗？准备好见识真正的科技了吗？能量炮发射！成功了！我们成功了！一击，只用了一击！哈哈哈哈！好，太好了！我早就说过了，那个龙国的小屁孩不过是走了狗屎运，真正的科学还得看我们灯塔国。不错，伊万诺夫教授，你并非浪得虚名，你是我们灯塔国的英雄。目标清除，为确保万无一失，执行2次打击。能量炮破载了！怎么会这样？我的计算不可能出错的。林博士，救救我们！求求您救救维多利亚！重锤甲龙再这么肆虐下去，我们的城市就要彻底消失了。林博士，我知道您肯定在看直播，只要您肯出手相救，维多利亚所有的核心技术、所有的专利，我们全部无偿转让给您，求您拉我们一把吧。赵院长，看来我们的第一桶金主动送上门了。林博士，他们开出的条件确实诱人，但那只重锤甲龙，我们能打过吗？回复他们，我要维多利亚所有的核心技术，交换我就动手，尽快，不然怪兽只会越来越多。好，我马上安排对接。不过，您刚才提到的怪兽会越来越多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每一只怪兽都是一个生物锚点，只要它不死，体内的生物电波就会持续向深空大部队发射蓝星坐标。什么？坐标？对，所以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干掉出现的怪兽，等坐标锁定，大部队集中登陆，蓝星就真的没救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我明白了。那林博士，请务必注意安全。放心，这种货色还不够我塞牙缝的。帮我打开基地穹顶吧。林博士，一切小心。放心，赵院长，维多利亚的好东西，我拿定了。
10秒，解决它。太慢了。不过如此。这就是你们祈求的希望。得救了，我们真的得救了！谢谢您，您是我们的神！林博士万岁！林博士万岁！龙国是我们维多利亚伟大的救命恩人，而林俊，林博士，他更是我们整个维多利亚乃至全人类的英雄。从今日起，我们维多利亚将永远拥护林博士。林俊万岁！林俊万岁！林俊万岁！林博士将是我此生唯一不变的男神。如果找不到林博士这样帅气的英雄做男朋友，我就单身一辈子。核心技术资料开始导入，注意防火墙等级。是。林博士啊，林博士，多亏了你，这次我们可是战略收益拉满啊！维多利亚那边技术资源什么都给我们了。张院长过月了，没有国家在背后不计成本的支持，提供最好的材料，机甲也造不出来。好小子，功劳再大也不骄不躁。警告！霍比山谷附近侦测到异常高能信号波动。坐标锁定，放大信号源。贾维斯，把实时画面放出来。好的，先生。镰刀头，3级，目标我国水军城。山蓝，3级，目标灯塔国天使之城。巨鳄，3级，目标戴伊国，都是冲着人口密集的沿海城市去的。3只3级怪兽，前些日子的2级怪兽，我们的饱和火力都打不动，这3只，这可怎么办？林博士就算再强，也只有一个人啊！机甲只有1台，他分身乏术，另外2个国家完了，我们也危险了。都别慌，水库城方向由我驾驶危险流量师亲自迎战，另外2条战线由贾维斯接管全程监控，所有数据实时同步，随时准备支援。可那是3只，你一个人怎么扛得住？不过是3只畜生，别让他们看扁了龙国。各位，战争开启！镰岛头距离海岸线已不足300公里，预计40分钟后接触陆地。全市进入特级战备状态，所有民航机即刻停飞，跑道关闭，信号全线切断，不要管财务损失，全部疏散，等待机甲。这些废铁对付3级怪兽，连给他挠痒痒都不够。人类唯一的希望，只有林博士和他的危险流浪鹤了。所有人听令，我们身后是数万同胞，是你们的父母妻儿。在机甲到达之前，就算是用牙啃，也得给我咬住这头畜生，谁也不许退。誓死不退。
这次，我会让全世界都看到你的强大。系统升级后，武器库全面翻新。这6亿推进器和高能等离子炮，就是给你们准备的见面礼。贾维斯，进行最终自检。好的，主人。最终自检完成，所有系统读数全率，能源核心输出稳定率100%。上次维多利亚一战只是热身，这一次让全世界看看完全体的威力。目标水击城，出发！区区一头3级畜生也敢犯我龙国边境，今天这里就是你的坟场。来吧，让我看看是什么底气，让你这头畜生敢独自来犯！这东西力气还怪大的，幸好上次维多大利亚任务后，系统奖励了足够的震金，不然接下这一击真要费点力气。就这，你的全力一击，连道划痕都留不下。够了吗？是时候结束战斗了，我可没时间在这跟你耗。闪！超能模式启动。8秒！一头足以威胁整个国家安全的3级怪兽，就这么被林博士8秒钟解决了，太惊人了！一想到我竟然参与过这种神级机甲的制作，我家的祖坟都要冒青烟了。快别扯了，全程都是林博士提供的构想和核心技术，咱们顶多就是跟着跑跑腿打打下手。别管怎么说，林博士真是我龙国之光啊！林博士万岁！不是林神，林神万岁！林神万岁！林神万岁！
地狱！别跑了！我们最终都要回到死亡的怀抱，来吧，拥抱我吧！这狡猾的畜生竟然拿我们的建筑当盾牌！电磁炮部队，给我接着射，不要停！教授，不能再打了。怪兽一直往高层建筑后面钻，我们的炮弹80%都打在了自己的楼上，天使之城要被我们自己轰平了！混账！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在我们的领土上撒野吗？宁可毁掉整座城，也要给我杀了他！是。完了，天使之城没了。全世界都在看我们的笑话。怪兽是死了，可是天使之城也没了，这可是灯塔之都啊！我的天使之城啊！伊万诺夫，你给我一个交代！大帝，不必心痛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何况我们还有一手底牌。什么底牌？快说！大帝，我们还可以启动最新的神经元交互实验，一旦成功，龙国的操控技术和机甲核心数据会被破解的一览无余，再加上我们领先的科技，一定可以重振灯塔荣光。可是我记得这项技术不是还在测试阶段吗？没错，但事到如今，只有这项技术才能挽救我国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带上来！教授，等等，我的身体数据还不稳定，不能跟说没用行啊！你们心电才不稳定啊！教授，等等！等什么等？为国捐躯的时候到了，这是你的荣幸，启动！停下！快停下！紧急停止！我到底做了什么？已到达战场，正在对巨鳄进行火力压制。等等，他要干什么？快去请求灯塔国支援，立刻，马上！是，首相。首相，灯塔国那边，他们说什么？说他们弹尽粮绝，没有能力提供任何支援。什么？当初我们以他们马首是瞻，现在我们有难，他们就袖手旁观了？难道真要我们去求那个邻军吗？这让我的脸往哪里放？首相，快看，是我们的第6舰队，他们出动了。太好了，有他们在，至少应该可以活着度过这次劫难。
能！我们最后的希望也没了。首相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巨鳄马上就要登陆首都了。完了，戴一国，完了！不，还没完，联系林军。首相，你要去求那个林军，你让我怎么办？再不做点什么，戴英国就要从地图上消失了，我们都要死！快去拟电子协议。我们戴卫国愿意将境内全部资源上交龙国，只求林博士救救我们。这是我们唯一的生路了。林博士，戴一国那边的求援信息和协议发过来了，全部铁矿资源的永久开采权，立刻出击驰援。行了，不用担心林博士这边了，有他在，那头畜生翻不起浪花。走，咱们去接手一下那批铁矿。赵院长，自从林博士来了，咱们国家的资源都快堆不下了，这日子过得真舒坦。谁说不是呢？林博士简直就是咱们龙国的福星。说什么呢？那叫福星吗？那叫大腿。都给我记住了，以后把大腿抱紧点儿。行了，少拍马屁，快去把穹顶打开，别耽误大腿起飞。铁矿归我，怪兽归死。贾维斯，规划航线。明白。已为您规避所有无关国家领空，力求最快速度抵达戴一国沿岸。出发。贾贝斯，扫描生物强度。主人，该生物已进入狂暴状态，预计3分钟后彻底摧毁城市核心区，依旧10秒，送他上路。受死！威力这么大，看来以后这种招式还是少用，容易把战利品都打没了。得救了，我们活下来了！林军万岁！林博士，感谢您的救命之恩。希望你能记得自己说过的话。赵院长，戴一国这边已经搞定了，怎么了？林博士，大喜事！之前带回来的那些怪兽尸体，我们研究出成果了。怪兽生物电池实验成功，能量密度是现有水平的100倍。太棒了，这下动力革命彻底稳了。全国的车企大佬们都疯了，全在龙科院门口等着呢。您看，我马上回去。贾贝斯，通知军方和商务部，准备召开全国车企战略会议。
林博士，你可算来了，我们都等急了。都坐吧，时间宝贵。诸位，今天请大家来，只为一件事，它叫怪兽电池，是一种以怪兽的能量核心为基础打造出来的能源，而它的出现，将彻底取代所有能源。取代所有能源？林博士，这不是开玩笑吧？以怪兽的能量核心为基础。赵院长在电话里提了一嘴，我当时还以为听错了。这东西的能量密度是现有能源的100倍，无污染，理论上续航无限。100倍，无限续航。如果您说的是真的，那灯塔国苦心经营的能源垄断将被我们彻底打破。不仅如此，我们龙国将成为新时代的能源霸主。林博士，你没骗我们吧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？林博士威武，龙国威武！贾维斯，投射全球最新战略布局。好的，主人。现在全球所有小国都纷纷向我们龙国示好，寻求庇护，我们的使馆门槛都快被踏穿了。林博士，这一切都多亏了你呀！互勉。从今以后，机甲只认龙国。林俊、伊万诺夫，你们给我等着！这件事没完，我还有杀手锏没用出来，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知道，如此对待一位物理学教授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成了！我终于成了！双人神经元操控技术不过如此。老师，您的生命果然像他们说的那样，有着无与伦比的价值。你也一定会为我感到骄傲的，不是吗？这次，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全世界都看到了，历经半年的沉淀，我们的物理学新星殷希教授终于打造出了希望号机甲，我们从此也有了自己的机甲。殷希教授，请问您是如何在这么短时间内突破林俊设下的技术阻索，解决操纵压力的呢？我记得你，张成对吧？是我，很感谢您记得我。很简单，我们之前都被林俊的思路误导了。既然一个人无法承受压力，那为什么不让2个人分担？这就是双人操纵系统。林俊真是个卑鄙小人，故意给错方案，让我们走弯路。就是。林俊想独霸机甲技术，简直可恶！为了荣耀，为了希望，林俊，看着吧。这才是真正改变世界的时刻。2个人操纵一台机甲，天真。就算是双胞胎，在极限战斗中也必然会出现指令延迟和判断分歧。更何况这天底下哪来那么多双胞胎给他们当消耗品？贾维斯，什么情况？警报！检测到高强度空间撕裂信号。侦测到怪兽信号，数量5只，其中3级怪兽3只，4级怪兽2只，预计出事时间15分钟。4级，终于还是来了。贾维斯，以我的名义向全球发布最高警告，立刻进入紧急战备状态，接通5代机甲生产线，所有生产序列提前。这场战争现在才真正开始。够了！首相大人，这可是林俊亲自发出的警告，提到了4级怪兽，我们是不是应该……林俊，
一个被灯塔国技术超越，只会躲在实验室里散播恐慌的失败者。他的话一个字都不能信。首相大人说的对，我们亲眼看到了灯塔国希望号的发布会，那才是真正的科技，双人操作系统，划时代的进步。可是万一警告是真的，如果希望号真的挡不住4级怪兽，风险太大了。没有万一，林俊不过是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离间我们和灯塔盟友的关系，立刻启动最高外交预案，灯塔才是我们的靠山。是，首相大人。我就说嘛，库塔外传首相是个聪明人，他做出了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。大帝阁下过奖了，灯铁国的科技发展如此前沿，是全世界的指路明灯，区怪兽而已，在强大的希望号面前，当然不在话下。那是自然，我们会保护好我们每一个忠实的盟友。这是机甲的采购协议，价格很高，但每一分钱都物有所值。能得到灯塔国的庇护，是我们无上的荣幸。我们永远是灯塔国最忠实的伙伴。好，梭子国永远是我们最忠诚的伙伴。时刻到了！希望号，这台凝聚了全世界巅峰科技的战神，此时此刻正屹立在理当市最前线。佐藤，没错，希望号采用的是最新型超合金，其核心反应堆输出功率是前代的3倍。别说4级怪兽，就算是更高等级的存在，在它面前也只是待宰的羔羊。守护礼堂，人类必胜！林俊那家伙还在发警告信，真是笑死人了。他就是嫉妒灯国的技术，有希望号在，我们梭子国就是最安全的。希望号万岁！子民们，展示神迹的时刻到了！东北方密林集中发现4级怪兽森林龙，让我们全世界的观众一起见证希望号是如何解决这头畜生的。林博士，这一幕我怎么觉着在哪儿见过？赵院长。这种戏码，他们不是演过很多次了吗？准备一下吧，如果不出意外，等会儿就会有大笔的资源进账了。嘿，我就知道跟着大腿走准没亏吃。行，我这就去整备部盯着，他们求救的电话一响，我就狮子大开口。森林龙，不过是4级怪兽中比较弱小的一批，另一只4级是什么？会是憎恶吗？不过是最野蛮、最原始的畜生冲撞而已。是时候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的力量了。怎么可能？这畜生的力量怎么会大到这种地步？哥哥，希望号的核心能源回路被撞断了，系统正在崩溃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备用能源，快启动备用能源反击！笑死我了！这就是梭子国做东风的纯大冤种，这都不可能啊！绝对是灯塔国默卖了盗版过来，退钱，必须退钱！林博士，神了！梭子国的电话已经打到外事办去了，求着咱们派机甲过去支援呢。你看，我就说资源马上又要进账。大帝您好，请问您对希望号被森林龙一击撞毁的事情怎么看？大帝，梭子国民众抗议您卖的是残次品，您打算如何赔偿？你会不会提问？不会提问边玩去！大帝，我就想问您，您以后还装不装？闭嘴！这一定是梭子国那群蠢货组装失误。我的希望号是完美的，绝对不可能出问题。各位，除了组装问题，机甲师训练不足，现场指挥不当也是主因。你们看到战斗快结束时，那2个机甲师才想起换备用能源，这纯属个人操作失误，和我们灯塔国的技术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们的技术没有问题，出现这样的意外，我们也感觉到非常遗憾。这群不要脸的东西，拿了我的钱，现在还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，
别让我逮住你们的把柄！首相，不好了！森林龙调转方向，朝着李当氏冲来了。李当氏是我们的工业命脉，去联系龙国的邻居。可是首相，龙国那边的开价，给，不管他要什么都给他。现在全世界只有邻居能救我们了，快去！我是林俊。林博士，救命啊！之前是我们不懂事，是我们有眼无珠，求求您救救李央氏！首相大人说笑了，当初你们嘲笑我家机甲是破铜烂铁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个态度。怎么，现在想起我们了？我的援助是不是太廉价了一些？不廉价，一点都不廉价，价格您随意开，只要您肯出手，多少钱我们都愿意掏。代价？首相大人好大的官威啊！犯了错惹了祸，就打算花点钱草草了事吗？林博士，那您的意思是，您觉得应当如何？我要梭子国最顶尖的半导体技术、精密机床全套图纸和工艺，以及最新的材料技术全部数据。林博士，你别太过分，趁火打劫也要有个度。这些都是我们梭子国最核心的技术命脉。哦，是吗？那没关系，我等得起。等森林龙把梭子国夷为平地，我再去废墟里捡，应该也一样。好，林博士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落地，核心技术数据双手奉上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虽然是趁火打劫，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这只森林龙身上的能量波动越来越强。一旦时间太久，蓝星坐标信号发回给异空间怪兽群，到时候麻烦就大了。贾贝斯，规划航线，20分钟内我要出现在李当市上空。好的，主人，已为您规划最快航线，全程避开沿途各国领空，飞行参数已校准。出发。林博士在哪儿？林博士救命！那是什么？是危险流浪号，是龙国的机甲！是林俊博士来救我们了！4级怪兽，就拿你开刀！一头畜生而已，也敢对着我龇牙！李当氏，保住了！活下来了，我们活下来了！谢谢你，林博士，谢谢你，林博士，感谢您的救命之恩，您是我们的英雄。
首相大人，别整这些客套的了，来点实际的吧。核心技术数据是在这儿聊，还是进去聊？不，在这儿就好，在这儿就好。林博士，这是我们承诺的全部核心技术数据。干得漂亮，太漂亮了！有了梭子国的核心技术，我们的科技水平必将再上一层楼。贾维斯，剩下一只4级怪兽是哪只？正在检测4级怪兽的信号，能量反应为3级怪兽的 10.7 倍，经比对是憎恶。天哪，这是什么怪物？这体型，这能量反应！憎恶和以往的怪兽不同，拥有超强度的电磁脉冲能力。有效范围内，所有常规电子设备及非特制机甲将瘫痪。电磁脉冲，那灯塔国的机甲部队在他面前就是一堆废铁，他们完了。盛大师，林博士，根据增恶的登陆点，他会先经过另外的城市。他在寻找能量源。盛大师作为灯塔之都，有着整个灯塔最大的能量核心，他会被吸引过去。各位，我们刚刚确认了最新的怪兽情报，这只比以前我们见过的任何一只都要大太多了。是的，而且除了憎恶，还有3头3级怪兽与它同行。由于憎恶本身的能量反应和体型太过庞大，我们暂时无法确定那3只3级怪兽的具体走向，不排除一同登陆盛大师的可能性，请各位做好防护准备。林博士，我记得上次出现的4级怪兽森林龙似乎没能引起您这么大的关注。这种量级根本不是森林龙能比的。憎恶身高100尺，体重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200吨，全身覆盖厚重装甲。更重要的是，它的尾部带有强效脉冲发射器，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的最强怪兽。这种量级根本不是森林龙能比的。原来如此，那依您看，灯塔国应该怎么做出防范呢？等死！放屁！等死！我灯塔国已经紧急量产了3台3代机甲，拼尽全部军力，我就不信偌大的灯塔国会顶不住一只畜生。林教授，我们怀疑您和伊万诺夫教授的死有关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什么？老师的死跟我没关系？你们疯了吗？为什么偏偏在我日夜赶工，刚造出3台机甲的时候来动我？因为我们不会组装机甲。放开我！你们这群蠢货！伊万诺夫的牺牲是值得的。成败在此一举，准备正面迎战。这种怪物，我们真的能够抗衡吗？林博士，危险流浪荒能够对抗这种怪兽吗？或许可以。如果单论机甲强度的话，危险流浪光是可以打过憎恶的。但是憎恶是极其特殊的一只4级怪兽。它的电磁脉冲吗？是的，憎恶的尾部带有电磁脉冲装置，一旦启动，方圆数里的电子产品和非特制机甲都会陷入瘫痪状态。东斗先生，怪兽已登陆，破坏力已超出最高上限。我们的土地不容许这些畜生放肆，出动自由卫士，把他们给我撕成碎片，让全世界看看谁才是人类的救世主。是，3台自由卫士全部升空。
该死的畜生，敢如此冒犯我大灯塔的地界，受死吧！让你尝尝我们灯塔国科技的力量，让全球看看我们灯塔国雄厚的底蕴。灯塔国的机甲看起来十分华丽，林博士，对于这3台机甲，您怎么看？花架子罢了。什么？林博士，虽然不及危险辽旷者，但确实是灯塔国倾举国之力打造出来的机甲，也不至于为了追求飞行的灵活性，牺牲了核心骨架的强度和装甲厚度，无其挂载，华而不实。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这些玩具连当靶子的资格都没有。怎么可能？我们的全力攻击竟然毫发无伤，他的防御力超出了数据上限。撕碎你们！不，快躲！林博士，这怪兽他刚刚说话了，我没听错吧？没错，4级以上的怪兽都具备了基础的语言能力。能够发出简单的指令性话语。那上次的森林龙也是4级，他怎么没说话？他死得太快了，没来得及说。神特们没来得及，灵神还是那个灵神，真快啊！笑死，同样是4级，森林龙在危险助量者面前连句遗言都来不及讲。灯塔国这都让金鹤把开场白说完了，这就是花架子和实战机的区别。为驾驶员 A 报仇，启动超负荷模式。该死，被缠住了！这些怪兽速度太快了。林博士，这盛大事恐怕是挺不过来了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们只能通过大型核弹进行平铺式攻击了。喂，林军，帮我们一次，求你帮帮我们！林博士，林俊，我代表灯塔国，不，我代表全人类求你，只有你能对付憎恶，求你出兵救援盛大士。特推先生，恐怕我帮不了。为什么？你想要什么条件，我们都可以谈，钱、资源，只要你开口。你也看到了，憎恶刚刚释放了电磁脉冲，全城的电子设备和机甲瞬间瘫痪。黑曜驯地者同样没有抗击电磁脉冲的有效手段。我没必要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城市白白送死。我们可以提供技术，我们最新一代的机甲核心技术，我们所有的研究数据，只要你肯来，这一切都是你的。技术？你们的技术还能比我先进吗？林博士，林博士，就这么拒绝了没问题吗？怪兽身上的锚点怎么办？不必担心。我说过，憎恶和其他怪兽不一样，电磁脉冲在瘫痪我们的设备的同时，也会把他们的锚点瘫痪掉。盛大师的命运早已经注定了，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路。总统先生，现在舆论已经失控了，
我们必须做出决断。决断？怎么决断？林俊那个混蛋根本不接电话，你告诉我怎么决断？动用核武，将盛大师连同怪兽一起从地图上抹去。上帝保佑灯塔国！他们真的这么做了？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。好了，我们的戏该开场了。明白。各位，就在刚刚，灯塔国以牺牲盛大师为代价，暂时消灭了怪兽憎恶，但威胁并未解除。根据我方监测，代号巨猿的4级怪兽已登陆，目标三德国德比市。我操，德比也没了！1天之内2座世界级城市啊！灯塔国和三德国自己把自己的城市给炸了，这叫什么？自作自受！好了，既然灯塔国和三德国已经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怪兽危机，那么这场短暂的战争算是结束了。接下来，我宣布一则消息。事实上，我龙国已经完全掌握了破解怪兽电磁脉冲的手段。3天后，我们将召开全球新闻发布会，向世界公开这项技术，请大家敬请期待。我靠，我听到了什么？所以我们一直都能打66666！灵神这波操作，我愿称之为究极折磨王，把特推大帝当猴耍呀！我真想看看特推大帝现在是什么表情，哈哈哈，脸都绿了吧！你说什么？各位媒体朋友，欢迎参加龙国紧急新闻发布会。3天前，林俊博士曾预告，我们将公开一项重大技术。现在，我将正式宣布。事实上，早在第1次怪兽袭击时，我龙国就已经完全攻克了怪兽电磁脉冲的技术必解。赵院长，请问这是否意味着龙国的所有机甲都已经免疫了电磁脉冲？不只是机甲，我龙国所有的军事基地、重点城市都已覆盖脉冲防御装置。可以说，4级怪兽的电磁脉冲攻击对我们已经完全无效。他们就是个小丑。太帅了！这就是机甲训练舱吗？我终于能摸到了。听说全国的高校和13000所高中都配备了，我们也能成为机甲师。林博士的研究已经全面推行至龙国的各大高校，青少年也能参与模拟机甲实战操作。法克，你看他们，高中生都能上机甲训练舱，我们呢，1天只能摸1个小时的真机，其他时间全在做这种原始人的体能训练。没有足够的模拟实战，光练肌肉有什么用？等我们上了战场，操作经验根本比不过他们那些学生。该死的！为什么我们没有那种训练舱？喂，我是特推大帝，我代表灯塔国，希望向贵方采购5万台，不，10万台机甲训练舱，价格你们随便开。抱歉，不卖。为什么？我们可以用最先进的航天技术交换。因为你们现在拥有的任何东西，我龙国都看不上。林博士，这就是你说的第5代机甲，骨钢装甲、新元素反应炉，这性能数据简直是划时代的杰作。7台，分别命名为军刀雅典娜、凤凰游击者、英勇保护者、冬日埃克斯、救赎者泰坦、勇者欧米伽以及黑曜石复仇女神。有了他们，我们还需要担心什么怪兽？机甲再强，也需要最顶尖的驾驶员。我已经把7台新机甲的数据全部注入了全国的训练舱。你的意思是举办第1届全国机甲师大赛，用实战数据说话，把最强的天才们都找出来。快看，
花木兰又登顶了！我的天，连续3个小时高强度训练，击杀怪兽23只，评分全是 S 级以上，这真的是人类吗？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们龙国的高中生，全国的希望。别看了，我看不下去了。一个高中女生用我们见都没见过的机甲，打出了我们一辈子都达不到的操作。我们还在为每天能多摸1小时真机而庆幸，人家全国的高中生都在用这种级别的模拟器冲榜，还比什么？我们已经输了。全球在线观看人数突破18.5亿，欢迎来到龙国首届机甲师大赛决赛的现场。经过1个月的激烈角逐，7大机甲垒面共计35名顶尖选手脱颖而出，他们将为我们献上最终的巅峰对决。我可是听说了，有位年纪轻轻的机甲师，可是早早的就打出了属于自己的名头。花木兰这个 ID， 谁听了不抖上几下？今天我们也终于能现场看到他的操作，让我们把视线聚焦到军刀雅典娜的赛场。冠军诞生了！军刀雅典娜组别的冠军是来自禹城高中的选手花木兰肖冷玉。恭喜，你很有天赋。谢谢林博士，我会继续努力。贾贝斯，什么情况？主人，检测到太平洋虫洞发生超高强度能量爆发，已确认共有11只怪兽出现。其中4只正朝我龙国袭来，何日城2只4级怪兽，代号尾栗鼠、棱背龟；水户城1只3级怪兽，代号巨蜘蛛；雨恶城1只3级怪兽，代号巨蛤蟆。根据速度推算，怪兽抵达战场不足30分钟。你们是这次大赛角逐出的7位最强的驾驶员，现在国家需要你们，这不是模拟，不是比赛，是实战。林博士，发指令吧！是啊，林博士，我们都等不及了。我需要严肃地告诉你，这不是模拟，是实打实的战争。收起你们身为冠军的傲气，在战争面前，怎么谨慎都不为过。我们会的，林博士。接下来安排战术。冬日埃克斯、救赎者泰坦、勇者欧米伽、黑翼石复仇女神，你们4人负责水军城；军刀雅典娜、雷霆幻影、风暴主宰，你们3人负责恶雨恶城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林博士，那何日城呢？那里有2只4级怪兽。何日城由我负责。这是啥？对付2只4级怪兽，您一个人？对付2只4级怪兽，这是命令。你们的任务是解决掉3级怪兽，向全世界证明龙国的新生代机甲师已经准备好了。现在登机。伙计们，有点紧张啊，这可是实战，紧张就对了，这可是真正的战争。没错，干掉那只大蜘蛛，就当是给咱们的冠军加冕了。终于能真正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，花木兰，这次可要靠你了。我们一起拿下胜利，出发！他来了，按计划行动。我来抗，你们找机会断他的腿。顶住了，这畜生力气不小！动手！就是现在，给他最后一击！不要小看我们的羁绊啊，混蛋！
我的天，这蛤蟆怎么一直吐？根本近不了身啊！他背后的毒囊是弱点，我需要一点时间掩护我。好。漂亮！余额成，任务完成。林博士，现在就看你的了。好，打得好！不愧是我龙国的未来，干死这帮畜生！尾力鼠和增恶一样带有电磁脉冲装置，棱背龟擅长使用重量作为武器进行攻击，他们两个配合，换谁都得吃个大亏。可惜碰到我了。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危险流浪象被电磁脉冲命中了，能源系统瘫痪了。林博士没有规避吗？林博士，以为关机就赢了，天真。如此，震惊打造的，你掰得动吗？想用娘酸融化我的装甲，可惜我早有防备。你的招数对我没用，现在该我了。结束了。赢了！我们赢了！1-1敌2，完胜2只4级怪兽，这是神迹，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神迹！这一战全球直播，从今天起，世界将进入新的纪元，新的机甲师体系将由我们来定义。任务完成。什么声音？竟然是活的幼兽，带回去吧。这种活体样本比尸体有价值1万倍，而且刚生下来，身上估计没有锚点。各位，根据林博士的分析，这是剩下的7只怪兽行进路线。莫探国预计袭击概率88%，刀锋国87%，奥莱国52%。赵院长，这个概率是认真的吗？这种毁灭性的灾难，你们有什么证据？这只是基于大数据的科学预测，仅供各位参考。那龙国会提供支援吗？我们正在忙着研究那只幼兽，
恐怕爱莫能助。恐吓，赤裸裸的恐吓，真以为抓了只小虫子就什么都听他们的了？可是首相，龙国的机甲确实击杀了，那是演戏，是特效。传令下去，不必撤离，不准向邻军低头。首相，怪兽转弯了，它正朝着我们本土全速挺进。什么？距离本土仅剩600公里，系统重新评估遇袭概率97%。快去请灯塔国的特推大帝，快去求他！怪兽已经突破了我们的海岸防线，求求您支援我们！支援，先生，莫烫国的位置太远了，我们爱莫能助。首相，我们的军队顶不住了，前线报告，常规武器对他们完全无效。接通龙国，快！哦，是首相先生啊，有何贵干？赵院长，怪兽已经登陆了我们的首都，我祈求龙国能派出机甲救救我们。哎呀，真不凑巧，我们刚经历过一场大战，机甲需要进行全面检修和数据分析，实在是抽不出空来。检修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！人命关天，首相先生决定不撤离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人命关天？啊！欺人太甚！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！传我命令，所有人立刻撤离首都莱玛市，快！幸好我们提前收到了林博士的秘密通知。是啊，要不是林博士，我们现在恐怕……不能再退了，首都丢了，莱玛市丢了，现在奎宋市也快保不住了，我们已经没有选择了。你的意思是使用核弹？疯了！那会把我们自己的国土也彻底毁掉。国土？怪兽过去之后，我们还有那头触吗？可那是我们最后的防线，一旦用了，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接通灯塔国，如果这是我们唯一的路，那就走吧。喂，是林博士吗？您好，我是角国的首相。首相先生您好，有事吗？林博士，恕我冒昧，刚刚我国的监测系统发现一只3级开博兽正在高速接近我国的耳朵市，我想请求龙国出手救救我们。我们愿意支付50亿龙币作为报酬。50亿龙币，角国倒是挺大方。林博士，角国这些年一直是我们真正的铁杆盟友，现在他们有难，于情于理我们都得拉一把。首相大人，报酬的事好说，既然是盟友，我们绝不会坐视不管。你放心，我这就派人过去支援。谢谢林博士，万分感谢，有你们在，我们就有救了。我是林俊，冷玉，你带4台机甲出发，把角国海滩上的怪兽彻底留在那里，确保当地民众安全。收到，林博士，保证完成任务，绝不辜负信任。龙国派机甲来了，是林博士派人来救我们了，不用逃了！林俊万岁，有救了！各单位注意，目标即将上岸，准备迎敌。来吧，畜生！呀！尝尝这个！
我这还没热身呢，就结束了。林博士改良后的机甲性能远超这群畜生的进化速度。赢了！我们活下来了！林军万岁！林军！感谢各位，感谢林博士救命之恩，角国永世不忘。首相客气了，任务完成，我们要回航了。请务必代我向林博士问好。林博士，我们回来了，角国任务圆满完成。干得不错，辛苦了。走吧，庆功宴刚开始，就等你们这几位主角了。赵院长真是慧眼识珠啊！有林博士在，来多少怪兽咱都不怕。可不是嘛！而且林博士教出来的那几个新人，也都个顶个的强。我龙国未来一片光明啊！各位谬赞了，主要是得到了大家赏识和龙科院的全力支持。不然没有资源，我空有一身本事也没用。来，我们攻梅。主人，检测到新展开的虫洞，能量强度极高，初步判定至少有3只4级开关兽，并且有极感概率会出现5级开关兽。肖冷玉呢？林博士，我在。召集人马，立刻进入1级战备状态。是。怎么了？又有新的怪兽登陆了？没错。这次的任务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，但我们的任务目标和以往一样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是。最后一次校对机甲数据，出发。